大家好，10月1號夜晚時間，最新打風消息，最新暴風消息，預計今個禮拜日早上咧，呢個熱帶氣旋咧係會達到強颱風級別。雖然唔係好接近香港，但係呢風力呢亦都相當於8號波嘅，有機會呢係會懸掛8號風球嘅。今個週末呢，預計會受到熱帶氣旋嘅影響呢，天文台最新公佈啦，同埋日本同埋台灣嘅氣象局公佈呢，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低壓區逐漸移近呂宋一帶，並逐漸發展成為熱帶氣旋，會喺呢個週末星期六夜晚到星期日嘅中午時間呢，最接近香港，直線距離大概250公里至300公里左右範圍，會喺香港外圍掠過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及海南島東部一帶，風勢勁嘅，週末確有狂風驟雨，可有湧浪大浪。天文台呢亦都上調咗對佢嘅風力預測，係啦，普遍地區呢係吹6級，起碼係3號波嘅風力嚟嘅。個別地區呢甚至乎係8級烈風，風力呢係相當於8號風球嘅。咁預計呢當日呢預計當日10月5號星期日呢打中秋前一日呢，咁大家就可能係會比較天氣比較差啦，難賞月啊，6級至8風級啦，咁大部分地區會係吹強風，有雷暴，有驟雨，可有大浪，氣温大概26至29度。或者有機會呢，如果係走勢係向香港靠近嘅話呢，有機會掛8號。由傳統嘅 AI 模式預報到氣象嘅台呢，都係指出呢個風呢係去到有機會嚟到香港外圍嘅時候呢，係去到颱風颶風級別嘅，係啦。有機會係去到颱風嘅級別，大家就可能係要留意一下啦。呢個風力都相當之強㗎，唔係講笑嘅，係啦。咁喺後面呢，最後嗰度呢會加翻啲預報嘅圖俾大家啦。咁你睇到呢，而家呢個風暴呢係將會喺星期六嘅晚上到星期日嘅早上時間呢，係喺香港嘅外圍300公里左右。咁我哋睇一睇啊，未來天氣預報呢，未來幾日呢個天氣個溫度呢都係維持住大概28到33度，日頭比較酷熱啦。受住高空反氣旋嘅持續影響，未來3日呢，天色普遍晴朗酷熱，中午就高達33度，日間時間大致天晴同酷熱。去到星期六呢，就開始呢個別地區呢就會有幾陣驟雨，去到夜晚同埋星期日當日呢，部分地區呢，甚至乎係好多嘅一啲地區呢都會係有雨啊，可能係會出現黃色暴雨，甚至乎紅色暴雨。同時間而家呢個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低壓區呢，已經係逐漸形成，持續增強啊。咁嚟緊有機會係都幾影響到香港嘅。咁睇翻而家位置呢，佢已經係成為咗熱帶低氣壓。而下晝夜晚時間呢，佢而家喺馬尼拉以東嘅990公里。預計咧會繼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係18公里，移向呂宋一帶咧並逐漸增強。咁你睇翻個圖呢，佢應該都係會橫過呢個菲律賓嘅，係啦。睇圖表嚟講呢，佢係會喺
會喺未來一兩日呢，就橫過菲律賓陸地，跟住再繼續向住越南方向西北偏西嗰邊呢，即係輕微向上咁樣橫過嘅嚇。咁預計呢，就最近香港距離呢，直線距離有6個鐘頭至8個鐘頭呢，會係比較大風大雨啦。可能如果係比較提前準備嘅話呢，天文台如果今次係睇緊啲嘅話呢，有機會掛8號都唔出奇嘅，係啦。另外呢，美國嘅預報系統同埋歐洲嘅天氣預報中心呢，都預測到呢，打完呢個中秋風之後呢，好快幾日後呢，就另外一個風呢，亦都有機會係吹襲香港，係啦，亦都會喺大概香港300至400公里範圍外面掠過，喺南面掠過之後呢，就會喺香港西面嘅距離呢附近登陸。咁未來2個禮拜呢，有3個熱帶氣旋會影響南海，有2個會喺香港400公里左右範圍。最近嘅時間應該就250至300公里啦。咁預計呢2個風暴呢，都會最少可能需要掛呢係大概3號波，視乎佢風力同埋佢嘅走勢呢，有機會係掛8號嘅。如果未來2個禮拜有2個颱風係喺香港400公里範圍呢，咁即係話最少會掛多2次1號至3號波，甚至乎係8號波。如果喺今個月再掛多2次嘅話呢，今個禮拜中秋前掛一次呢，已經係打破咗80年嚟嘅單一年發出嘅熱帶氣旋警告嘅次數最高紀錄。而家係11次啦。中秋前嗰個波呢，掛埋嘅話呢，就係80年嚟呢，今年係第一最新高紀錄，破紀錄，一年掛咗12次波。咁如果再下個禮拜再掛一個呢，就即係話呢，佢係100年一遇啊！今年係100年一遇呢，掛波嘅紀錄呢係去到歷史新高。咁預計呢，今年極端嘅天氣環境會持續呢，係有機會令到啲颱風呢係持續形成，去到大概8月，甚至去到11月或者12月都有機會打風嘅。由於極端嘅天氣呢，令到海水嘅溫度升高呢，係好有利於一啲熱帶氣旋嘅形成啊！啱啱每個禮拜幾乎呢，由8月開始到而家呢，每個禮拜都幾乎係打風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